我哋今日嚟睇下後鼻音嘅兩個感嘆詞。第一個係第二聲調佢係用嚟表示疑問。如果加上句調咁啊用嚟表示詐嬌。我哋分別睇一個例子。阿樂叔叔，喂，仲唔瞓啊？係啦，表妹，聽講你收藏咗一本手抄嘅《華嚴經》，俾我睇下。你行先。第二個係第四聲調佢可以表示回應，比如人嗌你啊，或者有人同你打招呼嘅時候，就表示回應答應。咁或者表示肯定，有人同你提個問題或者講一件事，你用嚟表示肯定呢件事或者認可佢嘅講法。我哋都分別睇一個例子。阿爸，我都係希望你叫翻我全名達文西。冇問題啊，文西。多謝，唔好客氣啊，文西。國家終有任務俾你啦。終於都肯揾我啦咩？